曲野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有完没完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大家各玩各的，别纠缠不清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办离婚手续，你现在还是傅太太。傅太太，你什么时候当过我是傅太太？有本事你现在出去向大家宣布，说我是你妻子呀！你最好松手了，我警告你啊！你那位小情人正在朝我们走过来，你信不信我能把他整哭啊？你现在立刻马上就给我回家。不，我还有事找他。曲野，你闹够了吧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啊？你招惹不起。我招惹不起？那我反而更有兴趣了。这样，我多给你500万的离婚赡养费，你现在立刻就给我滚回家去。不，我还没玩尽兴。川哥，这位是？你不用管，先去那边，我等下就过来找你。川哥，对不起，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不用道歉。他没做错什么吗？勾引有妇之夫做小三，还没做错什么？曲野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和佳宁之间是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做过。厉害，厉害！按照你的说法，只要没做最后那一步，就不算出轨。我懂了，我会严格按照你的标准来。哼，贱人！